點解好多人覺得魏延反骨？佢嘅子午谷奇謀到底可唔可行？諸葛亮係咪唔識用佢？同埋佢又點解被叫做小關羽呢？小說為咗塑造魏延反叛嘅形象，虛構咗好多情節，先係背叛劉琮迎接劉備，又背韓元投降劉備，甚至話佢怒有反骨。呢一切不過係為小說諸葛亮嘅詭計隨魏延做鋪墊。以前唔少遊戲都將魏延設計成光頭形象，好似唔咁樣就顯唔出嗰塊反骨。但如果翻返去歷史，我哋不妨先將呢啲文學演繹擺埋一邊。事實上，無論《三國志》定《魏略》，都冇記載魏延有反叛之心。呢位蜀漢唯一避而三族嘅重要將領，佢人生真相究竟係點？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點睇歷史。魏延，字文祥，荊州義陽人。歷史上佢加入劉備陣營嘅過程其實好簡單，並冇考慮過劉表或者韓元，而係劉備喺荊州自己招募嘅部曲將領，甚至可能係從小兵做起，憑戰功一步一步升上去。喺劉備奪取益州嘅戰役入面，魏延屢建戰功，升入衙門將軍。史書話佢勇猛過人，正史中明確記載個人武勇嘅將領總共30幾人，魏延就係其中一個。有趣嘅係，佢前一入衙門將軍正正係趙雲，趙雲後來任貴陽太守，而魏延就實現咗驚人嘅後來先上岸。建安24年，劉備攻取漢中之後，需要任命一員大將鎮守呢度，眾人議論紛紛，都覺得非張飛莫屬。張飛自己都係咁諗，畢竟關羽督荊州，張飛守漢中，似乎順理成章。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，劉備破格提拔魏延做鎮遠將軍，領漢中太守，全權負責北方戰區。呢個安排睇落意外，其實有原因。張飛曾經失過徐州，可能劉備覺得佢並唔擅長鎮守城池。更關鍵嘅係，劉備對張飛恐怕另有更重要嘅任務要託付。關鍵在於，就算唔計張飛，當時軍中之力高過魏延嘅人都大把。張飛、趙雲都係追隨劉備最早嘅原創，同喺荊州時期加入嘅黃忠亦征戰多年，經驗豐富，更有定軍山斬下侯淵嘅首功。其他職位高過魏延嘅大將亦唔少。魏延資歷尚淺，戰功亦唔算特別顯赫，所以今次破格提拔令全軍震驚。劉備特意召集群臣，當眾問魏延：而家委任你鎮守漢中重任，你有乜打算？魏延答道：如果曹操舉天下嘅兵過嚟，我為大王抵擋佢；如果佢派偏將率10萬大軍殺到，我為大王吞之。劉備聽完好歡喜，眾人亦為佢嘅豪言壯語所振奮。細心品味呢番話，確實有幾分關羽當年嘅紅買之氣。難怪後人成日將魏延比作小關羽，嗰種威武自信嘅英雄膽魄，同鎮守荊州嘅關羽遙相呼應。劉備稱帝後，魏延晉封鎮北將軍。公元223年，劉禪即位，大封群臣。呢個時候曹操已經過身，曹丕繼位後，重心長期擺喺東線，漢中暫時冇戰事。直至公元227年，諸葛亮籌劃北伐，進駐漢中，將已經鎮守當地多年嘅魏延調入丞相府，兼任司馬、督前部，並領涼州刺史虛闢。呢個舉動意味深長，如果北伐成功奪取涼州，魏延就可以大展拳腳。起初曹魏朝廷以為蜀漢屢遭重創，武力再起，點知諸葛亮治國幾年，竟然可以迅速組織規模咁大嘅北伐。諸葛亮出兵之際，陣勢嚴整，號令英明，賞罰分明，儼然王者之師。天水、南安、安定三郡望風歸降，關中震動，魏國急調關中兵馬馳援涼州。諸葛亮於是需要派遣大將扼守險要，阻止援軍。當時眾人皆推舉魏延、吳懿等宿將承擔呢個任務，但諸葛亮為咗提拔馬謖，力排眾議，將守衛街亭嘅重任交俾呢位參軍。結果馬謖潰敗俾張合，諸葛亮唯有放棄以降諸郡，匆匆退兵。小說入面，諸葛亮首次北伐前，魏延曾經獻上子午谷奇謀，請求獨自領兵經子午谷突襲長安，但俾諸葛亮否決。呢種說法並唔係羅貫中杜撰，而係出自魏略。當時鎮守長安嘅曹魏將領係夏侯惇個仔夏侯茂，呢個人唔識軍事，
只係擅長斂財。魏延認為佢協惡無謀，於是提出願意領精兵5000，運糧兵5000，從褒中出發，沿秦嶺東行，經子午到北上，唔使10日就可以到達長安。夏侯茂聽到消息必定棄城而逃，到時長安只會剩返文官守備，可以一舉攻克。城中糧食足夠供應軍需，等到曹魏集結大軍反撲，至少需要20幾日。呢段時間，諸葛亮率領主力由斜谷趕到，足以會師穩固戰果。咁樣咸陽以西可一舉而定。諸葛亮認為呢條計太冒險，不如穩步進取隴右，而佢錯用馬謖，導致街亭失守，首次北伐功敗垂成。所以後世有唔少人為魏延抱不平，覺得諸葛亮用兵過於謹慎，唔擅長奇謀。我都講下個人睇法，諸葛亮錯用馬謖固然係重大失誤，但佢平取隴右嘅總體戰略本身並冇問題。反觀魏延嘅戰谷奇謀，成功率其實好低。呢條計需要同時滿足好多嚴苛條件。第一，1萬兵馬10日內穿過子午谷，而唔俾魏軍發現。第二，夏侯茂同長安守軍必須懦弱無能，不戰而逃。第三，佢哋逃走時要完整留低糧草，唔可以焚毀。第四，諸葛亮大軍必須趕喺曹魏援軍之前抵達長安，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，全軍就會覆沒。當然，亦都有觀點認為，魏延鎮守漢中多年，對呢條計一定深思熟慮，只係史書記載簡略，我哋已經好難睇到全貌。需要注意嘅係，魏略主要記載曹魏君臣事跡，蜀漢人物只係附帶提及。魏延呢條計竟然詳細記載其中，本身已經值得推敲。更大可能係魏國流傳嘅軼事，用嚟襯托夏侯茂無能。事實上，魏略《夏侯茂傳》就描繪佢鎮守關中時，被兄弟同妻子聯手陷害，差啲被魏明帝處死，最終削職返朝。所以子午谷奇謀嘅記載，似乎更加屬於貶損夏侯茂嘅一文斷子，未必係魏延真正提出嘅計策。喺《三國志》入面，陳壽確實記載魏延曾經向諸葛亮請兵，二道而出，會於潼關，如韓信故事。好多人誤會呢度就係指子午谷，但二道到底指邊條路？韓信舊事又具體對應邊條路線？如果以會師潼關為目標，魏延最可能提議嘅係經上庸東進，而唔係子午谷，因為子午谷直指長安。如果魏延想會師潼關，咁長安就需要有諸葛亮主力攻取。簡單嚟講，魏延嘅設想可能係丞相取關中，我取上庸，兩路並進，會師潼關。呢個固然氣勢輝煌，但喺諸葛亮睇嚟，可能已經唔係奇謀，而係過於冒險嘅妄想。總結嚟講，魏延可能從來冇提出過子午谷奇謀。所謂經子午谷偷襲長安嘅說法，好大機會係曹魏境內流傳嘅一文，目的係諷刺夏侯茂無能。而魏延真正向諸葛亮提議嘅，應該係由佢單獨領兵東進，最有可能嘅路線係攻取上庸等地，最後同諸葛亮會師喺潼關。呢個計劃俾人否決之後，魏延就成日私下話諸葛亮過於謹慎，感嘆自己嘅才華冇辦法盡情發揮。直到公元230年，諸葛亮終於俾咗魏延獨當一面嘅機會，雖然唔係東進潼關，而係領軍西向。魏延率領兵馬深入疆地，喺陽溪大破魏後將軍費耀同雍州刺史郭淮。郭淮日後更加成為諸葛亮同姜維北伐嘅主要對手。呢場仗之後，魏延因為功勞升任前將軍、征西大將軍，假節晉封南鄭侯。自此，諸葛亮比魏延更高嘅軍事自主權，令佢嘅兵馬保持相對獨立。兩個人形成咗丞相統籌戰略、魏延指揮作戰嘅默契配合。根據漢晉春秋記載，諸葛亮第4次北伐時取得嘅老城大捷，正係由魏延、高翔、吳班等執行作戰，大破司馬懿，繳獲沿海5000嶺，國弩3000幾張，斬獲好多。作為一員將領，魏延勇猛善戰，擅長出奇兵，而且善待士卒，好得軍心。但係佢性格高傲，同僚多數同佢關係唔好，曾經同將軍劉儱發生衝突。諸葛亮為咗平息紛爭，將劉儱遣返成都。
至於長史楊儀，雖然係諸葛亮得力助手，但同魏延勢成水火，甚至一度俾魏延拔刀相向。諸葛亮唯有多次居中調停，維持局面。公元234年，諸葛亮駐軍5丈原，魏延擔任前鋒，駐紮喺10里之外。同年秋天，諸葛亮病危，秘密召見楊儀、費禕、姜維等人，安排身後撤退軍事嘅事宜，命令魏延殿後，姜維撤之。如果魏延唔聽從，大軍可以自行後撤。呢個部署其實係雙重保險。姜維、魏延分開兩批殿後，諸葛亮亦都考慮到魏延有獨立指揮權，所以特別補充：如果佢抗命，大軍仍然可以先行撤退。實質上預料到魏延唔至於孤軍迎戰司馬懿主力，然而魏延大營只係距離10里，諸葛亮卻冇照佢當面託付後事，似乎係有意避免直接交涉。亦都正正係呢個疏忽，令諸葛亮冇預料到魏延唔單止拒絕奉命，仲夠膽舉兵內鬥，意圖奪權。諸葛亮過身後，楊儀派遣費禕去魏延營中，表面係傳達丞相遺命，其實係試探佢嘅態度。魏延果然憤然表示：丞相雖然死咗，我魏延仲喺度，府中親眷同僚中可以扶靈歸國，我自當率軍繼續北伐，點可以因為一個人嘅喪事就荒廢國家大事？況且我堂堂大將，點可以俾楊儀呢種文官調度去做啲區殿後嘅工作？魏延隨即要求同費禕一齊議定新嘅進軍部署，同聯名通告眾將。費禕深知魏延已經抗命，但就假裝配合，仲同佢講：我願意去勸解楊長史，佢一介文官，唔識軍事，實會聽將軍嘅安排。一出營門，費禕就快馬加鞭走人。魏延遲咗少少先醒覺，楊儀同自己一向有積怨，點會輕易交出兵權呢？即刻派人去追，已經趕唔切。知道楊儀正跟隨諸葛亮生前嘅安排有序撤軍，魏延勃然大怒，自己身為軍中副帥，假節大將，咁大件事竟然被完全繞過。盛怒之下，佢做出咗失去理智嘅舉動，搶先率領本部人馬南返，並且銷毀經過嘅棧道。魏延同楊儀一齊上表，互相指責對方謀反。一日之內，告急文書接連送到成都。後主劉禪詢問侍中董允同留守長史蔣琬，兩個人都力保楊儀而質疑魏延。劉禪展現出謹慎嘅智慧，並冇貿然定罪，而係命令蔣琬率領禁軍北上接應，用意係調解。呢個舉動亦都反映魏延喺朝中缺乏有力盟友，以咁孤立嘅處境，竟然夠膽挑起咁大風波，實在係不智。楊儀見到棧道被燒毀，即刻發揮佢出色嘅政務能力，命令士兵伐木鋪路，日夜兼程追趕。魏延雖然搶先抵達褒斜道南谷口據險阻擊，但楊儀派王平上前喊話，王平當眾高聲話：丞相身喪，為軍未寒，你哋點可以咁樣？魏延部下聽到之後，自知理虧，軍心即刻冇晒。士兵雖然受魏延厚待，但更加唔想違背朝廷，辜負丞相。大軍一瞬間潰散，魏延只係帶住個仔同少數親信走返漢中，最終俾馬岱追斬。楊儀攞到魏延首級之後，竟然用腳踏住佢個頭，大罵奴才，仲可唔可以作惡啊？之後仲趁勢南下去到南鄭，以謀反嘅罪名誅滅魏延三族。呢個時候，蔣琬率領嘅禁軍只係行咗幾十里，聽到消息唯有折返。朝廷面對既成事實，亦都只能夠默認。從魏延燒棧道阻軍，孤身南奔嘅舉動嚟睇，佢並冇北投曹魏嘅心思，其實係不滿權力旁落，想剷除楊儀而後快。可惜佢性格問題，處事衝動，唔熟悉政治形勢，更加低估咗諸葛亮喺軍中嘅威望同朝廷嘅制衡意志，最終導致生死族滅，成為蜀漢歷史上唯一避而三族嘅大將，實在令人唏噓。蜀漢政權對待罪臣通常比較寬容，好似李嚴咁大嘅罪過，諸葛亮都只係將佢貶為庶民，個仔仲可以照樣做官。之前劉封被賜死，佢個仔之後一樣喺蜀漢做官，唔懲罰家屬嘅例子喺蜀漢太多啦，唯獨魏延最慘。魏略入面有種講法，雖然唔多可信，我都列出嚟等大家探討。話諸葛亮將後事付咗俾魏延，
叫佢帶兵反漢中，守好領土就得，以後唔好再北伐。但係楊儀造謠，話魏延想叛逃，煽動漢軍一齊聯手攻殺魏延。歷代史學家，包括裴仲之，都認為呢段記載同《三國志》衝突太多，基本上唔可信。史料嘅魏延講完，唔知大家對佢嘅印象有冇改觀呢？歡迎大家訂閱留言，我哋下期再見。